头一项，1947年台湾是啥物款？228大屠杀，中华民国官方敢若叫228事件，是台湾近代的大惨代。台湾这片土地，伫1895年到1945年，受日本人殖民统治。二战日本战败了后，美国带头的联军决定予中华民国暂时代表接受投降，管理台湾，买手煞变做中国人继续殖民台湾人。台湾人有一句俗语话讲“狗气抵来”，就是咧形容长期互殖民、互欺负这款情景。而且中国人来是比日本人搁较老。1945年起，中国人初初殖民台湾的时，还未战败让港美来台湾，无甲台湾看作是徛家，颠倒准肥猪咧刣，拼死绑写台湾人。中国人大官府是世界暗砍土地财产，6极大的权吞踏台湾人，历史社会倒退废堆，逐项起价，钱报去，工厂嘛倒了了，失业的足侪，人民生活艰苦，日子歹过，不止也严重。1947年2月27迄天，伫台北早书分的时拍台湾人，直到起冲突，中国官搁大死台湾人，台湾民众毋甘愿长期互压迫，甲中国政府反抗，落尾代志煞变做228大屠杀。